还坚持用双眼和手挑花生的，实在不多见。花莲凤林这家经营半世纪的老店，多年的传统做法，想奉行一种信仰。有问题的时候把它挑起来，所以它有有破掉的就会里面会臭掉。所以你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眼睛跟自己的手对啊，还是要做的仔细一点，一丝不苟。同样一丝不苟，要求农家提供完全日晒的花生，免除黄曲毒素的危害。花生下锅第一步骤就得开始讲究，大把赤五加用来平衡燥味，也提升干咸口感。因为炒花生像这样子应该还不多啊。对啊，因为一般他们都没有烧这个柴火，我们是烧这个柴火，一直演变过来，还没有更改那种燃料的那个问题啊，是这样。炒花生更是关键，老板坚持木柴慢炒，让花生熟得均匀，香得彻底，小心翼翼把关品质，因为当初创业极艰辛。曾经大着肚子到岁岁到玉里去做生意啊，那时候比较辛苦啊。尝过辛苦，更懂得珍惜。别人家的工厂用电用瓦斯，这里用花生壳当燃料，废物利用，还跟上节能减碳的潮流。因为你在台电服务，所以对节能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坚持，而且根深蒂固，对不对？是印象深刻哦，电灯没有用，天后模式关那里。哦，所以现在旁边灯没用就要关了。天后习惯。哦，天赋管体机，上年黑后习惯，对不对？感觉很教条是吗？刘老板也有打破商场规则的时候，经销商寻求批发，硬是被他打回票，怕掺了大陆货，品质砸锅。稳定中求发展，自然而然它就会发展，自然它有开花结果。从生产到行销一条边，50年店家的一步一脚印，求稳也求品质。天赋管体机，上年黑后习惯。天赋管体机，上年黑后习惯。